随着中秋的脚步愈来愈近，民众嘛期待会当团圆航班的气氛。不过因为北部疫情高度怀疑是Delta状况，嘛互警戒无排除提升3级。所以上午市长吴伟霆伫惠安宫前接受记者访问，再次强调中秋伫户外大型航班一定是全面禁止。只是出门口伫顶下开航班，则无禁止，但是嘛无鼓励态度。中央没有决定这样子的一个提升警戒层级之前，我们是有目前为止2级的这个政策。2级的政策因为离中秋节还有将近2个礼拜的时间，所以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来做决策。那目前为止，我们的一个态度跟立场是，户外大型的烤肉。对不起，我们没有办法同意，所以我们禁止户外大型的烤肉。但是如果在家门口、在阳台、在骑楼的烤肉，我们虽不鼓励，但是不会禁止。不鼓励的原因是说我们不会补助经费，不禁止的原因是因为顾及人情之常。那至于参加烤肉的人是亲戚、朋友、家人，这我们也很难去一家一户的这个稽查。所以说，我们能够政策只能做到我们能做的事情，就是说在家户门口骑楼、阳台的这个烤肉我们是不鼓励，但是不禁止。但是基于环保的概念，还是希望说大家以火锅代替烤肉那这样的话，既环保又可以达到家人团圆的这个心意。看来中秋是要烘肉，也是食火锅代替烘肉。现在伫饲养间中，上界紧张的也包括幼稚园以及国小部分的落实防疫工作，加强稽查，并且注意新北市这波感染的疫情，随时调整防疫警戒。台湾新闻，阮是何乔邦采访报道。